大家好，又係我 Boris 啊。上一次去完福岡，今次呢係同一班朋友搞咗個10日東京之旅。我哋會由成田開始遊覽千葉、木更津、秩父、川越，再返東京瘋狂購物。好，開始第一日嘅旅程去片啦。順帶一提，今次個旅程我係會用 DJI Osmo 360去拍片。究竟呢部機用落係點呢？好唔好用呢？值唔值得入手呢？我會喺片尾品評一下，所以記住要睇到最後啦。我哋一行6個人，落咗機就轉搭京成本線，由成田機場搭一個站，去到京成成田站前落車。首先梗係揾咗酒店擺低行李先啦。今次會住5間酒店，而第一間酒店呢，就係 APA Hotel 啦。等到放低晒啲行李，個天都黑晒啦。不過其實都只係6點幾咋，跟住就出發去揾食啦。我哋穿過車站，喺出邊有個有蓋巴士站，呢度有一部巴士直達伊安摩，價錢係220 yen， 喺總站落，相當方便。做一做比較先啦。呢段係360冇開夜景模式，而呢一段就有開到開咗夜景模式，加埋用埋佢個 LUT 去剪片呢，係唔同喎。車程10分鐘就到咗伊安摩啦。睇下個時間表先。一落車先影低個時刻表先，回程都知要搭幾點車啊嘛。入到去呢，我已經俾啲食物吸引咗啦，不過都係忍住先，因為仲有好多未睇啊。呢度都有免稅店，咦？有 G-Shock 賣喎，都有啲2025嘅款式，不過價錢就雖然都有7折嘅，但係都係香港平啲啲啊。跟住繼續四圍探索一下，俾我哋喺2樓揾到個 food court。呢度都好多嘢食喎，咁今次呢，就喺 food court 食晚餐啦。大家可以各色其色，揾自己中意嘅嘢食啦。我就梗係食漢堡扒啦，仲要有埋牛扒，都係1980 yen， 連埋杯可樂就加多300 yen， 圍到港紙101蚊，真係幾抵食啊！食完晚餐，梗係要去 shopping 一下，幫助消化啦。呢度都有好多扭蛋機喎，入去睇下有咩好嘢先。跟住我走入咗間賣懷舊零食玩具嘅鋪頭，好懷舊，好似穿越返去昭和時代咁啊！嗰日佢真係播緊山口百惠嘅 Last Song for You 㗎，所以我先揾返嚟播咋。之後去咗幾間賣精品玩具嘅鋪頭，
有人託我幫佢揾寵物小精靈嘅東東樹，原來一開始就俾我撞到，但係當時我係睇唔到㗎，要返到嚟剪片先至發現。不過好彩，佢係要時扣公仔，唔係要毛公仔啫。呢度呢真係好多精品同埋手作工具啊！如果有時間，真係想慢慢研究。嗱，呢啲呢就360攝影機嘅好處之一，唔會錯過任何嘢，只不過係要返嚟睇片至知咯。頭先行嘅只係進駐呢度嘅鋪頭，而呢間先至係真正嘅伊安摩嘅百貨公司。呢度超級大，唔知呢度會唔會有東東鼠磁扣呢？到咗玩具部啦，睇下有冇先啊！答案係冇嘅。之後去咗一個夾公仔場，哇！呢度真大到呢，仲要有好多嘢夾，地方又大。點解日本啲鋪頭咁大㗎？終於返到酒店房啦，咁就先嚟一個 room tour 先。首先係浴室，係一個好普通嘅浴室。喺入門口有一個凹位可以掛衫，用嚟代替咗個衣櫃嘅。跟住呢度有一塊大鏡，哇！呢啲就係頭先夾嘅戰利品，一陣再介紹俾大家睇。有免費支裝水、水煲、雪櫃、電視，全部都放晒喺前面。不過呢部電視呢，就睇唔到 YouTube 啦。側邊就有個窗，係可以望到火車站㗎。仲有2張單人床。係一間好普通嘅酒店房，因為我哋只係瞓一晚，所以唔好咁高要求啦。講翻啲戰利品先，不過真係好邪啦，夾到嗰陣就冇拍片，到記得拍片嗰陣又夾唔到喎。超時空要塞嗰個呢，係要靠個夾去勾住個圈，再扯佢出嚟，之後用咗600 yen 成功搞掂。都唔知點解第一下係撞彩嘅，入100 yen 就夾到個 T-Cut Speaker。佢呢個玩法呢係夾起佢，再彈落嚟睇下佢會唔會彈出去外邊，直接跌落去出口度，真係只此一次啊！我再夾多3次都夾唔到嘅。好啦，先講下 DJI Osmo 360嘅第一個優點先啦，就係一次過影晒所有嘢。全程都唔使構圖，又唔使成日望住個 mon， 可以好自由咁去享受旅遊，係幾方便嘅。你睇下，我仲可以專心去 shopping， 完全無視自己個鏡頭添啊！下一集我哋會去成田山嘅新聖寺，然之後呢租車開始自駕遊，再去走井、歐力血拼。下一集呢，再同大家遊千葉。